欢迎来参加咱第222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我是陈荣光，今仔日真欢喜，米粉圆教授会当来到咱中间伊要甲伊分享一个真重要的议题啦吼。伊的即个主题名真长吼，我用简单安尼甲理解，就是讲，即马吼，若伫安尼课堂吼，伫教室要点名吼。要用台湾名，要点名，叫台湾名是足困难的啦吼。我会理解是安尼，毋知李伟教授今仔日讲的含即个题目，毋知有关系无吼？无安尼，咱较顶仔伊会放足些影片吼，因为即个成功台语遐办真济安尼真即个趣味的节目吼。无我就甲时间吼交互即个米粉圆。请。好，今仔日呢，大家好，安尼拢有听到我的声音吗？有听清楚，好，今仔日呢真欢喜，嘛真感谢大家关心这个议题的朋友呢，利用过年初5的时间来听这场讲座。好，我的题目呢叫做讲为什么台语课煞无法度用台语化名？我先来讲，就讲因为我家己呢，为什么会做这个题目？就讲我一开始伫大学呢，想要练习用台语开课的时阵，我就发现讲呢，每一档上课内容呢，我拢有当准备甲，你来一直留，你台语就当讲啊真顺。毋过呢，独独就是人名部分，每一档学生的人名，我拢记袂起来。毋是干那记袂起来，就是无法度用台语来念，看到因的汉字念袂出来，佮过后一学期，佮一批新的学生又佮拄着同款的问题，所以我讲呢，我家己笑讲呢，我家己是迄种台语人名下教的，我的学生呢，当然因就变做台语人名臭女人安尼，另外呢，我佮有发现一件代志，就是讲，我每一摆咧处理学生的名单的时阵啊，我只要，比如讲，咱咧准备台语的讲义，我用台语文拍字无问题，毋过拄着学生的人名的时阵呢。因为我不要画因的名，所以讲呢，我嘛无法度用台语文来拍因的名，所以呢，我就变做爱转换过去用迄个注音输入法，华语的注音输入法。所以讲呢，我讲呢，我若拄着拍字需要拍着人名时，我讲我是种台语人名的摆卡，就是我变足慢，速度足慢，就点无效率。尾仔呢，我佫想起一件代志就是我的爸爸的迄个年代啊，因拢有2个名。一个呢，是身份证顶悬迄个文雅的名，另外一个名呢，就是讲伊的亲戚朋友咧画伊的名，甲伊身份证的名是无共款的。这是阮迄个社区有即种，阮迄个地区有即种现象。我知影台湾有一寡所在嘛是安尼。所以对我的爸爸妈妈来讲呢，我妈妈伊毋捌字，我妈妈伊毋捌字，所以讲呢，伊变做迄身份证迄个名，人咧甲伊画的时候，伊毋知人咧画伊。所以伊嘛毋知讲，迄个汉字出来时，迄就是伊的名。所以讲，我的妈妈迄个年代有袂少人呢，就是台语人名青的文。所以这现象呢，互我去意识到讲呢，咱的台语的人名呢，敢若人名要用台语来发声敢若有一寡问题伫内底，所以我就开始想要来研究这个问题。后来呢，我开始研究时，我就发现讲，其实呢。第2位老师呢，伊伫1994年呢，就已经有发现这个问题啊。伫台湾呢，咱台湾常常咧有咧看少年人过去的少年人较爱看8点档台语，迄当时就注意到讲呢，为什么内底主角的名呢，拢无法度用台语来发，因拢变做用华语来发名。所以讲表示讲呢，这毋是讲我有这个问题，是足侪人拢有这种现象。好。来所以讲我即马来讲我今仔日要讲什么叫做台语人名？咱从这个问题讲互清楚。就讲咱这个不只要是属于咱汉语汉语这个语系内底比如讲华语、台语、客语，咱拢是全部拢会当用透过汉字来沟通所以讲，就算讲我不晓讲客语，毋过伊客语的内容，伊来用汉字来写时，差不多
可能差不多60%到80%我看有安尼吼。啊，尤其是讲咱男命的部分呢，因为男命拢是独立无字的，所以讲咱的男命呢，只要用汉字来表达，就拢会使啊。啊，毋过伊的伫每一个语言的发音无共款，吼，比如讲我华语叫做蔡美惠，台语叫做蔡美惠，客语呢叫做蔡米菲，吼，所以讲，我即卖咧讲的迄种台语男名的问题，就是讲汉字无法。男名的汉字毋知要安用台语来发音安尼，吼，OK， 好，来，我要讲即个问题以前，我想要先来了解今日大家背景吼。咱若是属于本土语言老师吼，请你起一个赞，好无？本土语言老师，嘿，好 ，OK， 好，毋是本土语言的老师，来，你嘛起一个赞，即个。哇，好，虽然今日的观众差不多一半吼，所以今日这议题呢，对所有的人拢有效吼。好，来，即道讲吼，因为我今日要甲大家讲的，就是讲呢，咱会想讲呢，即个台语男名吼，大部分的台湾人无法度用台语来画家己的名，即件代志，咱可能会想讲呢，毋过有一寡台语意识诚强的人，应该都有法度。好，另外呢，咱嘛感觉讲，台语老师应该嘛有法度。吼，今日我要甲大家讲的，就是讲呢，伫即大家吼，伫即个表顶悬，吼，遮我有一，吼，即2A、2B、2C、3A、3B、3C， 有遮个无共款的人。毋过呢，即内底敢若2种人有法度，吼，就是2C 甲 3C， 即两种台语老师甲台语人因有法度，其他的台语老师甲台语人呢，无一定有法度。好，所以讲，这就是我咧讲的，就是讲，大部分的台湾人无法度。吼，除了目前来讲，这两种人伊较有法度。吼，这尾我拢来讲，就讲是为什么因有法度？吼，为什么大部分人拢无法度安尼？好，咱先讲下这男名有啥物意义？吼，第一，男名吼，咱人类一定爱有号名吼。这男名，而且男名是一个专有名词，无法度透过其他的动语词来代替。第二就是讲，男名一个主要的功能就是要去认别讲，这个人是啥物人，这个人是啥物人安尼。当辨识个人，然后来达到管理的目的。好，另外有一个象征性的功能，就是讲，伊会当反映，比如讲你看到蔡美惠，你会知影讲，这个一定是。咱台湾人，而且是较古早的台湾人，所以伊即个名咧足普遍的安尼，所以男名当反映着咱的身份、甲咱的族群、甲咱的宗教。伫咱即个语言复振的过程呢，台语复振有法度用台语来画名，这当然真重要。因为呢，这是咱认同文化甲传承的一个一个方法。嘛会当互人感觉较有我的文化、我的名有受到尊重。所以伊有足侪功能的。好，来，今日我要讲的吼，就是讲为什么伫一个明明呢是台语的对话，咱即摆讲的台语的对话呢，就是讲像我头拄仔讲的台语人，还是讲台语老师，还是讲我，还是讲台语的8点档，这个人呢，咱这拢是有法度用台语来进行对话，毋过呢，为什么拄着？男名的时阵呢，足侪人转换过华语，所以也就是讲呢，男名要用台语来发音呢，一定是有伊个困难的所在，所以讲咱今日要讨论的，就是讲为什么会遮困难，所以咱先知影为什么会遮困难，咱尾要来找着方法的时阵呢，就较简单，好，来，今日我要甲大家讲的吼，为什么会遮困难呢？拢总有四个方向。一个是语言的结构，一个是社会文化，第三种呢是为台语人的观点，第四种呢是为台语老师的观点。所以台语老师呢较歹势，你想要了解讲，对你来讲有啥物遮困难呢？咱会放伫上尾来讲。毋过呢，其实台语老师是上界大的受害者，因为头前的 A、B、C 这因素，这人会拄着问题。到尾啊呢，所有台语老师拢会去拄着，所以讲
咱从台语老师看的上开尾啊。好来，第一就是语言的结构，伫语言的结构部分呢，我有分做8个8个原因。好，第一个呢，上盖嘛，最大的始作俑者，就是讲上盖所有的现象呢，就是因为讲咱汉语呢习惯的书写系统呢，就是用汉字。汉字本身呢，并不是标音，所以你无法度透过汉字来了解讲伊的发音。比如讲即段遮字，遮真正我毋知遮字要安怎念，除非我有特别去查，好，来，咱来讲台语，台语咱嘛开始，咱的台语本来大概有3种，第一种呢就是这叫做白话字，就是用罗马字，另外一种呢，第二种就是全部拢用汉字，全部拢用汉字，你就拄着后面这个问题，无法度毋知影伊的发音，第三种就是叫汉罗并用，第三种理解，上界理想会当解决问题，当然就是用罗马字，对无？毋过呢，南面你若干那用罗马字有一个困难，就是呢，伫咱台湾呢习惯有法度读全汉字的，有法度读全汉字的，就是比如讲，注定使用白话字的遮个台语人呢，有法度全部来看了，你干那看罗马字就来理解一篇文章的人根据安伟仁老师讲的就讲这可能甲无到0.5%，所以实在是足少。虽然讲这是上较好的解决的方式，不过咱这种的台语人真正足少。来，第二个就是讲，而且咱咧号名的时阵咱就爱用这种叫这叫做啥？这叫做罕用字、生僻字、冷僻字，就奇奇怪怪，迄种足特别的名。伊遮尔特别，所以书店呢，无人知影伊要安怎念，就好亲像遮，像即几个名，要大部分人拢毋知影，连华语都袂晓念，台语更加毋免讲，南名呢，佫有一个真趣味的现象，就是讲，咱来看这红色这个王什么什么的，王什么什么的，这知影要安怎念的人，请起一个赞一下，好无？我讲的是老师，歹势，老师，你的画面会挡着迄 PPT 的内容，敢袂使请你摕掉？等一下，等一下，你给我提醒。OK， 好，安尼即马来啊，今天我这个王什么什么的，那个有人有办法用国语把它念出来吗？用华语念出来吗？你念不出来，毋过呢，你要看你会想讲，这不是这个就是马街的街啊，栩栩如生的栩啊。就讲有一寡较特别的字，伊伫南名，所以你毋知伊啥物意思。毋过伊若前后文的时阵呢，咱就随知伊的意思。遮要讲的重点就是讲，咱现代人号名呢，用迄种罕用字，奇奇怪怪字，比咧愈来愈悬，所以连华语都袂晓念，台语更加袂晓念。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汉语内底拢有分文音甲白音，每一个汉字的发音拢有2种，台语的这种文读的这种文音甲白文音的这种比例呢，佫较悬，这是林秀峰老师讲的，所以讲呢，咱来看这个名，比如讲陈玉成、方秀芳、洪玉红，这名做姓甲名的时阵呢，伊的发音无共款，所以讲呢，这都叫陈玉成，敢无人知影要安怎发音，这方秀芳、洪玉红，这台语的发音呢，你若晓念呢，然后你起一个赞一下，这就表示你真厉害，真正真厉害，所以我是经过足侪人甲我提醒，才知影讲呢，陈玉成呢爱念单玉典，方秀芳爱念彭秀芳，洪玉红呢爱念洪玉红，安尼，所以讲，哇，所以讲，咱的迄种台语人名，迄种发音的规则真复杂。比华语更较复杂。来第四个问题就是讲呢，因为咱台语名讲呢，这个姓爱念白话音，名爱念文读音，所以当你这个文音白话音呢已经了解啊，
母清楚了后呢，你会阁发现另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有一个帝王条款叫做名种主人，只要这个主人伊要安怎画，你就是爱对伊画。安尼是毋是足食力？比如讲咱来看淡水扁，淡水扁呢，这个水甲扁呢，伊的白话音叫水扁，伊的文言音呢叫做水甲扁。所以照理来讲，照规则来讲，应该念做淡水扁。毋过人伊就是欢喜，大家叫淡水扁，大家嘛叫甲诚欢喜。来，咱来看迄个李清华老师啊，伊即是花，李清安，花的白话音叫做花，文言音叫做干，所以其实伊若照规矩应该是爱念李清干，毋过人伊就是介意念李清花，对毋对？我的名我来做主，虽然讲这叫做名种主啦，所以本质都是一个足好的理念，尊重主人的发音。毋过安尼呢，对台语老师来讲，还是对所有咧学台语的人来讲呢，足欠头的。因为呢，你念好不容易，你知影？水扁这两个字爱念水扁，毋过呢，人伊就是要念水扁，所以你大家可以开时间去记这件代志，所以讲呢，这个是无限上纲的帝王条款，注定呢，这个好语我变做大家愈来愈乱安尼，来第五个原因。咱人名用汉字，若讲呢，若是讲呢，伊无法度表现发音，而且呢，足食力就是讲，咱的汉字有足侪港音词，有大量的同音词同音字，所以讲咱的人名，因为大多咱有讲嘛，人名拢是独一无二的，咱嘛伊无法度透过真后文来了解伊的意思。所以讲呢，咱每一个人咧介绍咧名的时候，像我一定要经过一个仪式，就是讲呢，我叫蔡美惠，美咧美，智慧的慧，所以讲，咱一定要有这种考官来介绍家己的名，互人知影讲咱到底是倒一个美惠，所以就代表做这种笑话啊，比如讲这个人讲呢，我姓周，匡吉周，这个人讲你姓匡哪个匡，这个这个人讲呢，我要定位我姓李，木子李。人讲木先生，请问你有几位？所以咱这种匡吉周啊，木子李，人就是讲你咧话练尔，其实你是咧家讲我尔，要安怎写？所以讲这咱用华语咧介绍名时哇，这有做这种方式，什么弓长张、立早张，而且下面江是三点水的江，底下有一个女字旁的江，这是就麻烦咧，咱想看卖啊。华语咧介绍家己的名声就真麻烦啦，台语更加毋免讲，因为呢，比如讲，我要讲我叫做弓长张，这弓长张要用台语来讲啊，边仔有一根，叫金钱的弓箭的弓，边仔有一个长的迄字，这真正就歹讲诶，所以讲呢，这个口诀呢，华语用对的，这个介绍人名考官呢，伫台语呢。无法度来照这考法来使用，来，第六就是讲呢，咱讲呢人名，你若用全部罗马字呢，就当解决问题，就知影了。毋过呢，人名呢无法度来区别讲到底是啥物人，咱来看这是用人名来用全罗马字的一个困难。咱来看这句话，这是讲呢，庙会。这神爱拜猪头，祭灵探家真好业。这个猪头啊，你若看到这个真后文，你就知影讲，伊绝对是咧讲这这个猪的头，这张在手边这张图，毋是探家真好业，好业就讲一定是第一个意思，真有钱啊咧，探家真趁足济。毋过咧，所以头前这拿写的这两个词，一般的名词。你知影讲这是透过真后文，你就知影人咧讲啥。毋过人名你若来用罗马字，哇，这智灵，哇，这有可能足侪字的可能是智能、智灵、智明、智灵，哇，等，毋知你咧讲倒一个智灵安尼，所以人名呢，你若靠罗马字无法度透过，无法度达到辨识的功能。来说落来，好来，即马咱来讲，所以这是讲咱汉语这个语言，因为咱
习惯用汉字，就算台语文，咱嘛习惯用汉字的人较济，所以讲会造成这个问题。为什么伊男名歹念？即摆我来讲这社会甲文化的因素，才有5个原因。那咱来讲第一个啦，咱咧号名的时阵我请问大家你咧号名，讲囡仔号名的时阵你较要义的是伊的即个字伊的意思，还是即个字伊的音？你感觉较要义伊的意思的，来请你试一个赞。号名时一定要考虑即个字的意思。好你感觉号名时先爱考虑的就是伊的发音的，请举手请试一个赞者，感恩。好，嘛是有嘛是有人会要义的发音毋过呢，咱就是有一个现象，应该是头前即个字的意思较重要咱来想看觅咱的男名，咱若全部拢敢用罗马字的时阵啊，对咱来讲，比如讲，你若讲智能就变做一种声音，即个人就是甲叫智能，毋过你毋知伊是倒一款的智能，伊就变做一种任意想象的声音符号咱就无法度透过，因为咱毋知伊到底是倒两个汉字，所以咱就无法度去了解着讲，伊即个名是毋是要传达某一个意象所以咱华人咧号名的时阵咱注重即个字伊的意思咱伊即个念起来声音呢，这是尾仔的考虑头前的考虑较重要所以讲所以讲比如讲查甫囡仔名，你一看你就会知影讲迄是查甫囡仔比如讲仁义德贤、荣昌兴旺、华中龙雄这两个是查甫囡仔查囡仔名就要和即种正向感官珍贵宝物、自然美景、传统富德的比如讲什么玉林珍珠、蓝云梅霞加安尼所以讲因为安尼因为咱咧号名的时阵咱是注重即个字，所以因为安尼，所以讲咱男名啦，全部用罗马字的时阵呢，就有伊相对的困难安尼我即摆用李金华老师的名来做例啦金华老师呢，伊第31岁的时阵呢，伊将伊的笔名甲伊的本名拢改做李金华，伊本名叫做李进华伊为虾米会叫金华呢？伊讲呢，伊是受着即句话“学海无涯，唯情是岸”的影响伊家讲呢，伊感觉伊真含慢，所以爱真骨力，才有法度可汗所以伊叫做李金华因为伊号即个名金华老师伊对台语嘛有足大的贡献，所以讲呢，有足侪人咧感谢伊的贡献的时阵呢，就会去用着伊的名来表现即个人比如讲，因为台语咧拍拼，海岸人民才有欢，金华老师感谢。献身台语文教育，骨力走总拍拼，有踮要留学台湾文化，搁留转来可欢所以即个伊的名有伊的意义金华老师伊家己讲呢，我叫做你金华，你轻轻啊欢就好莫欢伤到咱所以讲呢，咱咧号名的时阵，咱一定要靠汉字咱有即种趋势来。而且咱早期咧号名的时阵因为囡仔歹名市，所以拢号一寡足简单的名，什么阿草阿狗还是讲号一寡看起来以后会当富裕、会当健康的名会当足水贵的名安尼这是农业时代，迄当时号名呢是用台语咧思考，所以我的名呢，我的爸爸妈妈号我的名是地上迄个时代的名毋过现代的名呢足侪人，尤其是台语老师，你已经有感受到。即摆囡仔的人的号名呢，哇，奇奇怪怪。第一，父母大部分是用华语咧思考，号名是用华语咧思考，而且呢，一定爱号一个甲人无共款的名，追求独特不俗，所以讲呢，而且甚至呢是去请专业的命理师来号名，所以讲呢，安伟仁老师就讲着讲，
咱的汉字吼，这种汉字呢，自以前到即马差不多有7万几字。啊，毋过汉字伊的困难是啥呢？毋是讲济，是安那逐个迄种无限制的使用。所以讲即马的人名吼，你看即几个，即拢是我过去学生的人名。我每一个点点的名，我拢爱讲，请问哦，你的名要安怎念？吼，拢做绕开，吼，好。而且咱即种吼，咱即种讲华语的人吼，要习惯要学一个足特别的名，即种思考呢，连外文系学生嘛是安尼，吼，有足侪有咧伫台湾，还是有伫中国咧教即种英语的外国人，伊拢有注意着讲，奇怪为虾米遮个学生因学的迄种英语名拢遮尔啊奇怪？啥物Medusa 就是即科，吼，即个头壳拢是蛇迄个迄种一个足歹的即个形，吼。啊，有人叫 money， 有人叫 dragon， 有人叫 ocean， 吼，所以或者迄个讲习惯讲英语的人感觉足奇怪，吼。所以也就是讲，华人现代的人呢，咧号名是拢足爱号迄种特别的名，吼。啊，所以讲华语都袂晓念啊，台语更加毋免讲，吼。啊来呢，第4个吼。来即个来讲呢，我即下要请教大家吼，你感觉讲吼，你若有一班学生拢是伊的名拢是华语的名，吼，比如讲美惠、建明、小华，吼，啊，另外一班呢，全部拢是英语课的学生，啊，所以大家拢是用英语名，比如讲 Mary、Peter、John 安尼，吼，我想要问在座，我知影咱在座有一寡台语老师，吼，还是有一寡台语人呢，你可能有伫国外咧成长，吼，还是讲。有台语老师，伊较早是咧教英语，啊，伊即马佫想要来教台语安尼，吼。我问恁吼，就讲恁感觉讲一班拢是华语名的学生呢，名较好记，吼，咱用华语名甲英语名来比较，倒一种的人名较好记，是华语名的，全部拢是华语名的班级较好记的，然后你试一个站者。好，啊，感觉讲呢，英语名较好记的，来试一个站者。哦，英语名敢若有较济哦，吼，好，无毋对吼，嘿，因为呢，咱这华语的名呢，咱是透过3个汉字倒起来，啊，这种组合呢，无限的组合，因为咱这种汉语这叫做创名字，咱是去创造一个新的名。哦，啊，毋过英语，哦，讲英语的文化的人呢，因的名大部拢是，这叫做这因拢是有一个单，有一个清单，这是所有的，比如讲查囡仔名会当号即几个，查甫囡仔名会当号即个，所以英语的名这叫做习名字。所以讲呢，你有可能讲，你这班有一个 Mary， 啊，隔壁班嘛有一个 Mary， 好，所以因为这个名就是中华的几率真悬，啊，所以就足好记。哦，啊，毋过咱华语的名呢，大家拢是不同的组合，所以呢，就歹管理，就歹记。好，所以讲这嘛是吼，这篇论文伊嘛讲吼，英语名比华语名呢较好记。好，所以这对台语老师来讲，就是另外一个足大的负担嘛。好，我在讲就是安尼。好，千变万化，难记也难管理。好，来第5个吼。第5个就是讲，咱大多有讲着嘛，讲因为即马父母号名拢号甲足特别的、足奇怪的汉字，所以华语袂晓念，台语嘛袂晓念。啊，照理来讲，伊华语呢，伊既然号即个名，伊就爱会晓，上尾伊爱甲念哦，这名伊爱甲念哦正确。吼，啊，毋过呢，有当时你就会发现讲，吼，这个名真正伤过特别啦，所以讲连父母呢一开始念就念唔对去。好，不要来看这个字哈，这3个字许什么伟的，知影要那念的人起节站起好了，许什么伟，然后陈什么陈伯后边这个哈，这个陈伯什么后边这个字，好，知影的人呢，立马起节站了，一支、2支、3支，好，3个人知伊要安念，大部分人拢唔知影吼，这叫做。许生伟，只爱2只生，哦，啊，毋过呢，因爸母拢甲2只许称伟，哦，陈伯只爱2吨，
毋过爸母甲念做陈伯纯，所以这呢，这囡仔就是去学校读国校的时阵呢，国语老师甲伊讲呢，你这爱念做啥哦？我来请教在座啦，比如讲自细汉，你的爸母拢叫你纯，即摆呢，老师讲爱叫做墩，这个小声呢，自细汉拢叫小声，即摆有国语老师讲爱念小称，才有正确。请问你若是做爸母的，你敢要改？你若感觉爱对国语老师来改的，你试一个赞，好无？有遮侪人有遮侪人讲，国文老师呢讲爱念正确的，咱就爱甲改做念正确的，在我的研究内底拄好得病。一般来讲，爸母拢袂去改，为虾米会安尼？这甲咱后一个第三部分有关系，较能我来讲，较能我才来讲，我即马来用，即马咱来讲，第三趴一般叫好，大拄我讲的遮啦，大拄我讲的遮，大拄我讲的就是讲为即个语言结构甲社会文化的观点来讲呢。有遮侪困难，逐个你若有兴趣，因为我大多拢讲较紧，讲较简单，你会当来看即篇论文我会请助理以后呢，你会当甲大理遮若有兴趣，你会当来看即篇论文，内底有写了较完整。即马我特别来讲第三原因为台语人的状况来看，为什么台语人呢，并毋是有法度完全拢用台语来发明，咱来看。才有四个相关的因素。即摆呢，我来请问就讲，我即摆用清华老师来做例因为咱知影清华老师嘛是一个足积极咧推销台语，伊嘛就是台语的文学作品清华老师呢，伊伫31岁时将伊的名为李进华改做李清华。请问恁感觉讲清华伊的爸母？会甲伊叫清华，还是会甲伊叫进华？用进华就是用伊旧的名嘛，用清华就是用伊对逐个呢，对伊的意思改做清华。请你感觉伊的爸母会叫伊进华的，叫旧名的，请起赞好无？有足侪人拢讲会叫进华，你感觉爸母会甲伊叫清华？爸母会甲伊叫清华？无毋对，伊讲呢，阮厝诶人呢，拢嘛搁叫我旧诶名，伊讲呢，旧诶我嘛是我，新诶我嘛是我，我无讲呢，改名了后，旧诶我就毋是我，这是在绕口令诶，遮呢就是讲呢，清华老师的意思就是讲呢，虽然我改名，毋过我甲我的爸母的关系，我犹原是因的后生，我犹原是因的兄哥小弟安尼，咱的关系无改变。咱的关系呢是啥物时阵建立的？咱的你就是你叫我发来的时阵，还是讲你叫我进化的时阵，我就是你的后生。所以迄个进化就是我的老爸老母咧发我迄个名，所以伊袂去改。所以讲呢，咱遮讲者就讲名，不管咱用什么语言、声音，还是什么符号，伊就是搭伫咱即个人的一个标签，记号。即个记号呢，袂因为讲呢，你即摆今仔日穿较水，你今仔日变做好野人，即个名就来改变，咱甲即个名，就是咱甲另外一个人的关系，伊画我什么名的时阵，迄就是咱当初的关系，所以讲呢，即种现象呢，我甲叫做呢男名，诚做咧咱用男名来化名的时阵，化你的人甲你之间的即个化名的方式呢，就是会当展现伊甲你的关系。即种关系呢，你甲一个人
开始建立关系时，你若用即个名来画的时阵呢，就会怎啊调的啊？所以是叫做动画，就是画名真正会简单，无法度改变。所以就算讲伊有足强的台语的意识，毋过伊袂去强迫伊的爸母讲袂使，即摆拢爱叫我轻看。来，咱来看讲，咱来看遮吼，我即摆要来讲一寡台语人的例啦吼。遮拢是较少年辈，因为轻看老师伊是较顶一辈吼。即个40岁的即个受访者吼，伊嘛是足积极咧推销台语，而且伊足有影响力的，所以伊有足侪朋友嘛是受着伊的影响来加入即种台语的共学团。伊讲呢，伊的妹妹尾嘛对伊共款有嘛加入即个台语的共学团。伊甲伊的妹妹呢，因伫因厝的时候是习惯讲华语，因家庭就是讲华语啦。毋过伊尾伊有台语意识了，伊就开始讲台语。伊招出一个朋友，伊的妹妹嘛对咧来参加即个共学团，所以因就拢伫共学团就拢讲台语啊。伊讲呢，毋过呢，伊私底下咧叫伊的妹妹的时阵呢，嘛是拢有愿叫伊欣欣，就是用华语叫伊自细汉叫到即马已经叫要20几档的即个欣欣，即个华语的化名改袂过。来，另外，所以讲遮呢，遮我要讲的就是讲呢，你尾仔我若访谈出现即种台语人呢，伊就是讲，伊伫厝的时阵呢，比如讲厝内底可能50%讲台语，50%讲华语，毋过尾仔呢，伊有法度呢，因为伊坚持要讲台语，所以厝的人呢嘛对咧用台语甲伊对话安尼。所以伫厝的时阵呢，因会当将厝内底的华语的对话呢，拢甲改做台语的对话，逐个拢对讲台语。毋过独就是讲，一开始厝内底若用华语咧化伊名的时阵，幼原嘛是用华语化名，华语化名无法度改变。所以讲呢，遮这是亲子之间的称唤词，遮若是双方的即种关系的标记，而且伊是超越所有的规范的声音符号。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呢，不管你讲了对毋对，迄毋是问题。你发音是毋是有正确，迄拢毋是问题。有时我就是要安尼甲你叫，这就是爸爸妈妈咧话语的声音，安尼。所以讲，当时就讲呢，我叫建明，有人讲咧，建明很难听，毋过阮妈妈就是叫我建明啊，这就是我妈妈发话的声音嘛，所以你袂因为讲伊歹听是安怎去改变。所以将来就是要讲台语的意识无法度去改变即个侵犯俗动画的即个现象。所以这就是我咧讲的画名真正会简单遮写甲他乐等安尼叫称唤词动画现象你若硬要安尼，你若要甲厝的人讲呢，不可以再叫我美惠了，要叫我美惠。安尼大家感觉安怎别扭、奇怪、不习惯？感觉就你就奇怪你为什么要安尼硬要安尼？咱遮来看几个访谈的资料。咱即摆来看即个受访者伊的名你要看伊的名这叫华语叫做丁义兰因兜内底啦因差不多60%呢讲台语，甲爸母呢差不多拢讲约70%讲华语。毋过伊开始讲台语了后呢，厝的人嘛拢对伊咧讲台语安尼。因兜即3个囡仔的名，我才用的拢是假的名，拢是照伊的本名去修改。这个惠如呢，伊这个名较好念，毋过这个县立这两个字呢，用台语念呢，照规矩应该讲做县立。毋过呢，爸爸妈妈呢拢甲念做胜利。有家形容台湾国语胜利。基本上伊就是用华语咧念，有一点仔台湾腔安尼。这个益南台语正确来念，照规矩来念应该是叫做益南。伫
伫厝诶时阵，爸母拢甲叫做一兰，就是用华语，有一点仔台语诶像开口安尼，所以讲尾仔呢，咱来看伊尾仔伊家己诚做台语老师诶时阵伊就知影讲原来伊家己诶台语名是爱叫做叶兰，其实伊会知影伊诶名爱念台语名爱念做叶兰迄是安怎呢？迄种有一间迄种。是讲，敢若是阿公阿嬷过身，有请师公来咧做啥物小考验，安怎，师公就去化名，讲啥物比如讲啥物人有爹无？有安尼，化着个名是，伊才知影讲，原来因为迄师公用台语咧化名，所以伊听着师公甲伊化一人，伊才知影讲，原来伊诶名爱念做一人安尼，尾伊诚做台语老师诶时阵，伊嘛更加知影讲爱念做一人。毋过呢，伊无法度去，伊伫厝内底伊嘛是维持着讲，家叫做一人，这个台湾国语的发音，因为对伊来讲，这就是爸母咧话伊，这就是伊就是听着迄个心肝宝贝迄个声音，会感觉足清脆。所以对伊来讲呢，伊自细汉就感觉讲一人。就是台语，因为伊就是拢伫台语诶对话内底，所以伊感觉迄就是台语。虽然讲尾伊诚做台语老师了后，知影讲这毋对，即个受访者另外即位伊嘛是安尼讲伊讲呢，伊讲我甲伊讲一句话讲了诚好，你讲我诶名伊即个讲因爸母拢爱叫小刚，虽然因兜讲台语，毋过爸母拢爱叫做小刚。刚呢，照理来讲，应该即叫做公阿公，毋过爸母拢爱叫小刚。过伊讲所以尾伊嘛知影讲安尼话毋对，毋过伊讲了诚好，伊讲呢，就算讲这毋对，这个时代，这个时代一个美丽的错误。为什么叫美丽的错误？迄个时代呢，叫国民党讲袂当讲华语，袂当讲台语，所以讲大家就渐一直讲华语，因为安尼，所以讲书顶呢有足侪人，爸母就用号名用华语书课，华语书课时就毋知讲用台语要安怎化名，所以就因为安尼造成的，毋过对伊来讲，这就是爸母咧话我的声音嘛，所以讲。这甲是毋正确，这无关呢，所以这就是我拄仔咧讲的就是讲对台语人来讲，伊伫即种状况的时阵，伫厝内底，伊原底厝内底的画面若是用华语呢，伊改袂过，所以这是一个限制。台语人伊啥物时阵会去用到台语名呢？就是伫台语口仔内底。伫台语口仔内底，所以你也看伊才讲呢，因为学台语了后呢，熟悉的台语看得较侪，了后呢，大家就尽量拢用台语去化名，就讲呢，譬如讲我化别人，伊嘛是共款伫即个口仔内底人，我嘛共款在化伊的台语名，所以伫台语口仔内底人，咱会互相用台语来化名，毋过呢。以前旧的朋友，还是讲一般外口的朋友呢，就是拢用华语。一般的朋友呢，袂去叫我的台语名，一定是爱即个口仔内底的人会特别叫我的台语名。所以台语名伫啥物时阵用会着，就是台语口仔内底的人才用会着。所以就台语人名伊生存的空间足小。来，又讲伊讲呢。以前伊的华语的名啦，伊若讲甲伊的朋友坚持讲呢，你着爱叫我的台语名叫一文，伊会感觉讲咯，安尼足刁工诶，因为我感觉无必要刁工去做即件代志，颠倒会互人感觉讲你很矫情，就好亲像讲你若学台语了后呢，感觉你规个人头壳拢怪怪，敢若要颠声颠讲为台语而台语，所以别人会反感。你甲你的原来朋友无法度用
有得用华语，你就是用华语挂名呢。哦，所以这就我讲的，台语人名呢，无法度行出台语科啊，哦，敢会当伫台语科啊内底使用。好，来，啊，再有另外一个例吼，这个例啊，共款啊，就是讲，拄咱有讲着一个，伊就组织一个教学团，吼，这个台语人，伊嘛是足强的意识，所以伊若离厝，吼啊，伫教学团内底讲台语，伊出去外口嘛拢尽量讲台语，毋过呢，伊出去外口咧办代志的时，若需要用到伊的名的时阵呢，伊就放弃用台语啊，吼。你想看卖啊？你若去邮局，啊，你要领你的物件，啊，你要甲伊讲你的名是啥？哦，比如讲你的名是即个，你要安怎甲伊用台语甲伊解说讲我的名就是讲呢，我后壁上盖尾啊，迄是叫做一个山一个风，啊，第二个字呢一个你就是徛起来立，啊边有一个乌毛的乌，你讲规部人可能。嘛是毋知影讲你的名汉字到底是啥，哦，所以讲呢，哦，伊讲去邮局领物件时阵用华语名，我感觉我有试过几届用台语讲，毋过实在是伤过困难啊，所以足紧就放弃啊。啊，有诶人规气就安怎手机举起来，顶悬就写伊的名，等互人看安尼，吼，实在是伤过困难啊，所以足紧就放弃，吼，安尼，你若真正硬要讲互人听呢，你着爱足够面皮，吼。才有法度，所以讲台语人名敢若伫台语科有法度使用，好，来第四个原因吼，第四个吼，这嘛是我最近的一寡访谈的发现。咱台湾吼，咧推销台语吼，什么人愿意来推销台语？就是咱在座的各位，吼，有一部分是台语老师、本土语言老师，啊，另外一种就是讲。咱对台语有感情，吼，咱才台语人，吼，就是台语足有意识的人，吼。咱台湾的台语运动呢，有这种精英化的趋势，就是讲呢，读册读较悬的，吼，还是讲伊的教育的基础较好的，吼，这的人，吼，这是这篇文章写的哦，吼，这篇文章吼，伊讲呢，英文晚点学没关系，双语正夯，正夯。精英家长却爱小孩子，全台语，这是这篇文章是咧访问台北的做这种共学团，台湾的共学团的父母，我共学团伊就发现讲，哇，这内底父母啊，有的是硕士，有的是博士，有的是咧电脑的工程师，啊，有的是伫主科咧做啥，有的是教授，哦，啊，吼，这第一个趋势就是精英化的趋势，吼，教育程度较悬。第二个趋势呢，就是讲，咱的台语运动呢，有足侪拢是透过这种社交媒体的空间咧运作的，吼。社交媒体的空间呢，比如讲咱分两种啦，吼，咱台语人吼，第一种就是实体的社群，吼，尤其是迄种台语老师、本土语言老师，比如讲本土语言老师，恁今仔来参加某一个实体的演习营。啊，大家就互相开讲啊，你就有可能用你的台语名，对不对？伫遐发来发去。啊，一寡种较有名的台语的专业人士，比如讲李庆华、陈安珠、王秀荣、陈宏辉，这个人咱拢有法度用台语来发的名，因为这拢是拢足有名的人，吼。所以这种就讲有实体咧互动的人呢，咱这台语科的人，咱会用台语来发名。毋过呢，除了这，咱来看哦。透过线顶，因为即摆台语有足侪社群，咱伫边仔身边找无着人，有法度甲咱用台语讲话时，咱就去线顶嘛。吼，线顶比如讲阿童仔的开讲社，吼，还是讲咱即个台语论坛，吼。你也看咱即摆有足侪人吼，你会用本名的人吼，你试一下赞一下好无？你有用你本名啦，试一下赞啦，吼。有足侪人呢，拢习惯用化名。吼，比如讲，我以前在拄啊梁光遐一开始就甲我讲咧，今仔真感谢米粉丸。我一开始的时阵吼，我出现伫台语的江湖的时阵，我觉得我有一个台语的江湖名，所以我就用这个米粉丸。吼，因为我无希望大家拢叫我老师，所以我就用米粉丸这个名。啊，毋过尾啊，我就发现讲，真正大家拢用化名，
大家甘愿用化名，就是无要登咱的本名，所以安尼就变成讲，我用化名时，我就无机会呢去用台语化我家己的名，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安尼，而且呢，因为咱这个台语社群的人有这种精英化的趋势，所以讲有足侪人呢，因这家长呢，伊就是用伊工课场的名来做伊伫台语共学团的名，因的工课场有足侪呢，拢是用英语咧化名，比如讲伫电脑公司的人，还是讲伊伫饭店咧做工课，还是伊做管理者，台湾有足侪迄工课场拢。迄名片顶悬除了汉字名，佮号一个英语名，所以咱台湾人使用英语名佮不止普遍。所以讲因这共学团的家长有袂少呢，竟然拢是用英语名。所以讲，比如讲这个第一个共学团啊，因这囡仔的名有73%呢是用台语，15%是用英语。这个第二个共学团，这个共学团，因的大人的名，即写爸爸妈妈的名。有60%用台语，有17%呢是用英语，第三个共学团呢，这个受访者伊是讲伊一个大概的印象啦，伊伫个印象内底，因遮的爸爸妈妈的名呢，用英语名的较侪，用英语名较侪，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讲呢，咱啥物时阵会去用到咱的台语名，实体，搁在实体的互动，而且搁甲台语可爱人的时阵。咱会去用到咱的台语名，若无其他的状况呢，是用叫化名，还是讲用英语名较侪，好安尼。所以这是台语的迄种的，所以这是台语人拄着的状况。来，即摆我们来讲台语老师啊，这我甲大家提醒一下。咱若有啥物问题，我希望当留半点钟的时间，搁再呢，你若讲有啥物问题，你想要先甲写伫开讲室嘛会使，叫我的助理乙方会帮我甲先整理起来呢。来，我即摆要来讲第4趴，第4趴呢，就是讲对台语老师来讲，为虾米会遐尔困难？咱先来讲对台语老师来讲啦，人名意义是啥？咱来看因为咱的本土语言的课程呢，目的就是要复正台语嘛。复正台语呢，伫本土语言课程用本土语言来画呢，有啥物意义？咱大多有讲文化的认同、传承，会互咱感觉讲足骄傲的，我会当老师会当用台语来画我家己的名，这是一种认同。而且呢，咱本土语言的课纲内底有讲到。咱希望当透过台语的学生，因为会晓讲台语，所以伊会当建立台语甲伊生活的关系，伊会当对伊用台语来表达家己感觉有自信，会当用台语甲人沟通，会当培养即种家己甲台语的认同。所以讲人名最重要，人名你的名你有法度用台语发声，你就当达到遮侪功能，对不对？所以人名是咱生活当中一个最基本的物件，而且呢，对一个老师来讲，比如讲，我要画乙方，还是讲要讲梁公兄，还是讲青木老师，你看咱在场有遮侪人，我画伊名时，我就马上点着伊，就当知，伊就知我有代志要甲伊讲，所以讲老师甲学生的互动的一个起点呢，就是画名，咱要管教学生比如讲乙方你哪会晓管监管你哪会你咧拄久所以讲你看这拢是拢用着人名，所以咱班级管理就是爱用人名而且呢，咱咧学一个语言的时阵比如讲你伫英语课会学一个英语名，你伫日语课你嘛会学一个日语名，为什么你伫台语课你煞无要用台语化名？迄是毋是讲袂落去？所以讲。人名伫台语课真正是无可厚非，就是绝对台语课都应该用台语来化名。毋过伫我的研究内底呢，我问差不多500几个台语老师恁感觉呢？台语课内底呢，甚至互知影学生知影讲，安怎用台语来化名5.26，大家拢同意大家人拢同意。我问伊讲呢，
你伫台语课咧化名时阵呢，你是用华语咧化名还是台语咧化名？2.86用台语化名甲2.86，就是讲咧，重点就是讲，大部分老师拢是用华语咧化名，吼。好啊来，我问后来刷来即个问题问讲，你诶学生吼，伫台语课内底，你诶学生啊，因互相咧化名诶时阵啊，因是用啥物语言咧化名？吼，会使讲全部拢是华语，吼。所以讲，咱即马就要来讲，为虾米台语课老师无法度用台语化名，学生嘛无法度。遮呢，我遮整理差不多有8个原因，8个原因，好来。第一啦，咱台湾呢，有本土语言老师，因为我毋知迄种数字偌济，不过呢，大部分拢是资源教师，在业的专职的台语老师的名额足少，所以讲大部分的台语老师拢是资源教师。啊，一个资源教师，你看一个少年的资源教师，比如讲伊30岁，伊爱生活对毋对？伊若做资源教师，伊的薪水要趁有够维持伊的生活，伊就爱接足济的台语的班级，所以讲呢，比如讲我遮即个资源教师伊平均啦一礼拜上无有16班，即种专任的台语老师呢，一礼拜差不多14班，我的受访者内底有一位资源教师，即个江老师，45岁，伊一礼拜有31班的台语的班，31班呢，就等于是偌济学生呢，伊一学期就是伊一礼拜就是爱应付700-800个学生。所以讲，哇，安尼对伊来讲足忝头诶，而且这资源教师呢，伊是拢爱去每一个学校上课，而且伊无家己诶办公室，伊嘛无所在来藏伊诶教具，伊诶福利啥物拢做少，所以资源教师诚辛苦。所以讲，伊每礼拜拢诚辛苦，所以伊无迄个气力来去处理即种思考即种难命诶问题。所以讲，学生超多，时间超少，这是第一个台语老师的问题。然后这么来，你若同意起一个赞，好不好？等一下 ，OK， 好，来，台语老师的第二个困难，这位台语老师伊若有意识，台语人名意识，而且伊想要伫课堂内底练习来用。大家拢有法度用台语来化名，台语老师伊本身就爱准备啊，伊就爱将这700几个学生的名爱甲转换做罗马拼音，即摆已经有工具啊，即摆有即种足好的工具，就讲你将所有学生的名甲打入去 Excel 的表单内底，伊1秒钟就将这所有的罗马拼音、台语罗马拼音就转互你啊，毋过呢。对，问题是安怎呢？台语老师要会当看到汉字，要会当画出伊的台语名，还是看到罗马字就有法度念出来？伊家己嘛爱练习，爱习惯。因为咱有讲嘛，咱大部分的人，咱拢是习惯看汉字。咱无法度随看到罗马字，就随知影要安怎念。所以学生的名足济，所以讲。爱开足侪开啦，所以这是第2个困难。第3个困难，老师真认真，会晓用台语化学生的名。学生囡仔第一届听到伊的台语名的反应是安怎呢？咱大多有讲着，因为这学生囡仔因拢是，因今仔日来上你的台语课，因毋过因平常时因就是好朋友啊，因之间因伫别个课一定拢是华语咧化名。所以因习惯就是用华语化名，今仔日来台语课，要用今仔来台语课要用台语来化名，因一定是听袂习惯，就袂习惯咧，大多人有讲这种叫做侵犯属动画的效应，所以讲第一个听到家己台语名时，拢会安怎感觉就难了，会哈哈大笑，排斥抗拒，若无就是臭女人，毋知老师在管。老师若拄着这状况的时阵呢，就足紧就丢转去啊，
啊无咱嘛是用华语尔好啦，就讲开始要安怎做是拄着困难，所以就怎啊就紧就放弃安尼。另外呢，老师呢更较坚持诶，袂使，我一定爱有法度做到用台语来画名。这老师伊甲加开即个开力，因为呢，咱有讲着，父母当初咧，甲囡仔号名拢是用华语咧思考，所以用华语思考时，伊就无去考虑着讲即个囡仔诶名来用台语念出来变做啥物款。所以讲话人会变做怎啊？有即个谐音出现，就是用台语念就歹听。比如讲这呢，伊讲这个达奎呢叫做达家，伊讲呢，老师，我爸爸妈妈说，请老师不要用台语叫我的名字，你叫我家，你叫我达家，别人会笑我。这个叫做王继勇，台语念做王家勇，嘛会去互笑，所以大家伊就无欢喜。这个夫妻爱念做夫贼。爱跟老师讲，老师我不要乌贼，我不要叫乌贼，我不是乌贼。所以就因为安尼啊，台语老师来过去处理就这样。这贵宾盒，伊讲伊要爱做贵宾狗，听乌族，伊讲呢，伊毋是真乌族。所以讲，像这个叫做小贼，念起来台语老师家己就感觉怪怪。所以尾就叫伊叫阿贼安尼，所以讲呢，也就是讲呢，台语老师佮爱佮加开即个开力来甲学生沟通，佮爱去思考讲无要安怎用台语来画，是袂当用其他的方式来画，所以伊爱开即个时间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这是第4个困难。遮个一个沟通协调啊，大多咱有讲一个叫做名将主人，名将主人就是讲大多咱讲的，就讲有即个时阵呢，父母一开始就念对去有当时是一寡是因为方言的差别，比如讲，即个结爱念第8声，即个律法律的律嘛爱念第8声，因为伫咱台湾有一寡所在呢。第8声会变做第4声，所以呢，厝啊变做叫厝拢甲叫字节，还是文律，若讲要照规矩来讲，应该是讲比如字节、文律，所以讲，若安尼时阵，毋过学生就是讲阮阿公阿妈拢叫我阿杰呢，字节，老师你要叫我字节就奇怪，所以讲。伫安尼时阵，就讲咱爱尊重主人的想法嘛，所以所以老师就爱去开时间来沟通这个问题，来甲大家讲呢，咱这个律这个字呢，出现伫法律律书，伊的本该是第8声，毋过呢，伫咱班的阿杰，这个字节，咱来甲念字节就好，因为呢，咱就是照主人的意思，所以讲，安尼是毋是足乱呢？足乱呢，对台语老师来讲，就是伊来解说足侪代志，来第6个困难，大多有讲啦，第一间因听台语名的时阵听无回啥无涨，无反应，我感觉这台语老师讲了足有道理的。伊讲呢，因为因就少咧接触因的台语名，所以有当时我叫一个，伊嘛无反应。你爱搁用华语搁叫一间，蔡美惠、蔡美惠，你着互感觉讲你咧教册的过程，着迄种教册迄种节奏，着拢因为安尼台语一顿地，所以着感觉安尼着规气用华语就好。有当你叫伊的台语名，伫咧回啥无涨，毋知啥物人是啥物人，所以就失去迄种咱本着讲人名是咱管理辨认学生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嘛。你即摆因为讲你用台语画面煞听落时，有一点本末倒置了，所以讲台语老师得用安尼来放弃，来加我讲足紧诶我遮已经讲到第尾啊遮来第7个困难
家人吼，则就是讲，那尤其是咱即马即个时代吼，我即马先来讲即个老师的背景吼，即位吴老师，伊是一个足积极的台语老师，所以讲呢，有足侪的台语的学生，而且伊是因为伊是吴老师，伊是伫社区咧教台语，所以来找伊学台语的人拢是足有心想要学台语的，而且呢，伊的学生大部分拢是大人较济，吼，有足侪拢像我即个年纪，可能40-50岁，吼，还是50-60岁拢有，吼。所以而且尤其是这人拢是足主动要来学台语的，所以因这人本身就是台语人啊，吼。毋过这位吴老师呢，而且伊这位老师伊的功力很强，伊所有的讲义拢是家己编的，而且呢，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只要今仔日新闻发生啥物代志，伊马上就当甲编起伊讲义内底。伊台语文真正足清足赞，底子真好。毋过呢，伊咧上课的过程，吼，迄学生内底像比如讲美味、淑芬、春玉，这名呢，这拢是足普遍的菜市仔名。吴老师呢，伊就是伊咧画学生的名时，伊就是全部拢用华语咧画名。因为啥物呢？因为对伊来讲呢，效率真重要。吼，你要有法度去教较侪学生，你要有这种管理的方式。你要爱有法度足有效率来管理人名，你就是用华语合紧安尼。所以呢，对这位老师来讲，就变做安尼。我嘛是共款啦。吼，我有讲着，如果我每一届我只要拍学生的名的时阵，我一定是转换到华语的输入法、注音输入法。我无法度用用教育部迄个是讲乐团，我无法度用迄来拍人名。吼，因为对我来讲，我嘛感觉效率真重要。尤其是对现代人来讲，咱的生活当中有足侪物件拢需要透过电脑来处理，所以咱就会注重这种效率的问题。所以讲因为人名有遐侪困难，所以咱就会变做讲拍字管理人名，咱就习惯用华语来思考。遮呢，我有做过调查，我有甲大家问讲呢，你平常是咧输入的时阵，你若有这种一般的名词，什么叫做一般的名词呢？比如讲真歹势，顶礼拜，真歹势顶礼拜呢，大部分的台语老师呢，有56%是用这个输入法，用教育部的台语输入法，还是信蒙还是用乐团，如果有一半以上的台语老师呢，伊拍着这个一般的名词，一般的词，伊会用台语输入法。毋过这个老师呢，伊要来拍人名、学生人名的时阵人名时剩20%有法度用这个输入法来拍学生的名，比如讲贾宝玉、王有伟，王有什么，我感觉我不知道，我毋知要念，所以讲，因为咱的输入法有一种有一寡互人较歹做代志，就是讲人名呢，比如讲我来用华语来拍，我来拍贾宝玉，伊马上就会智慧选词，贾宝玉是足有名啦，所以伊就马上将这个传互我，毋过呢，我今仔日拿来用这个。贾宝玉，我来用台语来拍名时，我用贾宝，伊的名爱念做古宝玉。我用古宝的时，伊会画这个古堡出来。哇，安尼时我就爱开足侪时间去里遐咧找字，所以爱开足侪时间。所以这人名，因为人名无法度透过前后文来自动选词，所以就无效率咧。所以拄着人名煞变做改用华语输入法安尼。安尼我讲到遮呢，所有的困难会造成讲呢，台语老师伫台语课无法度用台语来画名，有遮侪原因。安尼
我今日要讲的重点大部分已经讲了，好我讲了诚紧，所以讲咱阁有诚侪时间来讨论。好，安尼即摆咱就来先来进行这个讨论的部分，好吧？好来，咱有问题当来举手，好。叫一位爱华、祝华。老师您好。我就是教职老师，一礼拜爱走3间学校16班，所以我的困难就是你拄仔遮讲的问题，我要哪克服？要哪先来克服这问题？好。我拢叫，我连因的华语名都叫袂起来啦，太济人，佫拢要讲，所以我拢记迄种的较头前3个较巧，后壁3个较热的，拢记即几个较定咧举手的号码尔，我佫有法度记号码尔，因的号码我去别班嘛，佫会讲10号的、迄10号、12号，但是我记袂起来因的华语名，安尼台语的名就愈困难。我想要请问讲，我要来克服这个问题，第一步我要来先来克服行出去这个问题，多谢。真好，要 how to， 可能我做伙来讲，可能我来讲，来，敢有其他？请问一峰，拄仔敢有经历出啥物问题？你若有先别当倒讲。头拄仔无啥物问题，只有一个档案打不开安尼尔。OK， 好，当然无法度开，可能按遮来处理好。来，请问讲，敢有其他问题？先生，我是玫瑰，毋过我要举手，煞无法度举手呢。嘿，我要反映的就是讲，我嘛是教职老师，毋过我有当时会拄着，就是讲有一班囡仔的姓无共，毋过呢有3个伊的名是共款的。对，这个问题，嘿，有拄着这种情形，有共名3个人，因的姓是无共的，嘿。请问你安怎处理？我可能就是问因讲，安尼，因出世的年月啦。好。嘿，来排大细汉。嘿，是安尼对。对，真好，嘿对。咱其实台语老师，咱本身伫现场，咱常常拄着办法，想着办法来解决就拄咱讲青花老师伊是台南的新化人甲我共一个所在，伊就是讲咧，伊出世迄个所在逐个人结进化咧有够济啦，伊伫各种内底都有一个甲伊共名，共名共姓安尼，所以这更加使伊使得伊想要来改名。好，感谢玫瑰讲这个问题，嘛感谢你分享你的解决的方式。好，来，敢有其他？玫瑰，感谢玫瑰。是，请讲。我拄着的问题就是，阮拢用台语点名，伊囡仔拢足惯势，有时你就是较晚日子，真正袂记你用台语点名，伊年仔的囡仔会提起你。我会拄着困境，讲阮的囡仔第2年毋是你教，还是第3年毋是你教，伊的名要无延续性安尼。就是讲，阮教1年，咱互伊台语听伊的名的语感，毋过第2年毋是教，因为喺学校排课还是安怎拢会拍线安尼。阮就是要反映这就是无延续性。对，好，这个好，谢谢玫瑰讲的这个问题就讲玫瑰老师呢，一定本身有法度去想这个方法，这个班级的囡仔呢，拢有法度用台语来发名，甚至呢，老师若无做这件代志的时候，囡仔佫甲你提醒，所以这已经真正是足厉害真赞毋过咱烦恼就讲，2年的时候伊就无互咱教，就无法度延续这种叫法，所以讲这因为咱无法度去改变教务处理安怎排课，
毋过咱心内吼，有一个有一个想法，就是讲，我咧推销台语男名，即个吼，我有7个教学的目标。上尾即个目标呢，就是讲咧，咱两人就是透过台语来建立关系。我相信即个你的囡仔，伊若是好好拄着你的时阵，还是讲你拄着伊的时阵，你嘛是会用台语发伊的名，伊拄着你的时阵，伊肯定嘛是伊。比如讲，伊若讲拢叫你玫瑰老师，伊肯定嘛是继续用台语来发你的名。所以这个咱咧讲，就是讲第一，咱台语老师互囡仔知影伊的台语名要安怎发的时阵，这对伊来讲，可能是伊这世人第一间有人用台语来甲伊发名，这对伊来讲是第一间。所以这对台语老师来讲，这是一种 privilege， 就是一种足特殊的这种荣幸。咱有这种荣幸，甲这个囡仔讲，你的名就叫做杨玫瑰。吼，但是讲我即马就是甲恁两就是翁仔某，但是讲即只船我要甲合作什么什么号的。吼，咱来讲，咱一旦安尼做即件代志了后，而且咱有法度互囡仔接受，而且伊嘛就用台语话家己来，迄个拢做熟手啊的时阵，你以后拄着伊的时阵，恁会化名嘛是会去转去即种台语的化名，因为拄咱有讲着男名有即种化名的简单，所以你甲伊就是即种关系啊，所以这是一种正向的代志，嘿对，我感觉咱会当安尼来思考，嘿。甚至呢，有另外一位台语老师伊甲我讲呢，伊伫即班台语课，伊拢会当做到即个地步。伊伫第2年的时阵，伊无教着即个即班，毋过呢，伊伫第2档的时阵，伊是教即班的数学。伊本身嘛是一个数学老师，所以伊伫数学课的时阵，即班的囡仔呢，伊嘛是拢用台语来发名。也就是讲，遮个囡仔只要拄着即位老师。因就是习惯用台语来发名，所以这是真正足成功的一个这种关系的建立，好，对，所以咱会当来思考，好。老师你好，好，我是阿秋，我有2个问题，就是嘛毋是问题啦，就是讲拄好讲好，上英语课好英语名，上日语课好日语名。我去社区大学读体学，阮体学班的老师，伊就讲，伊顶个去比利时迄个鲁文大学遐读，迄个读硕士嘛。伊讲伊嘛是有好伊敢若以早伊就好英语名，毋过伊发现伊迄班咧，别个嘛是另外一个学生，伊是敢若南欧迄边的人，迄个人伊就是讲，伊就是无讲另外好一个，就是讲用伊原来的名的音来介绍伊家己，就是迄个人伊就讲阮老师伊讲问迄个同学讲你哪无用英语名，就是你搁另外号一个名？伊讲无啊，我就是叫这个名啊，我希望大家安尼甲我叫啊，所以伊才发现讲对吼是，我嘛会使用我原来的名来，迄个音甲大家讲就好啊，我嘛无必要搁去另外号一个英语名，所以我甲好佳在，我拢毋捌学过英语名。我感觉就是毋免讲条件，可能咱迄个去人灌迄落，甲咱迄落教讲爱用上英语课爱用好英语名，所以就变做讲会有即种现象。搁第二个，我顶下教台语的时，我拢甲囡仔就是拢叫因。下因知影家己的名的罗马字安怎写吼，伊若是考试啊啥，因若有写罗马字，就是会加分。我若叫因的名，我拢尽量简单的叫因啥物嘿，安尼敢若嘛较亲切的。
啊，这是为我的分享，好，多谢。好，真多谢吼，真多谢。大多遮吼，我歹势，我想要找一份资料，恁看啊，毋过我即马用找无吼。好来，感谢阿秋吼分享遮吼，是讲阿秋第一个重点就是讲，有人有做过即种研究吼，像我啦吼，我另外份个教册，我有教一门课叫做语言学概论。啊，因为这是必修课，所以一档差不多780个学生，所有学生内底，我拢甲因问讲，你即节课要安怎甲你画面？大部分的学生拢有一个原因的。啊，毋过呢，独你就是看到日本的学生，日本的学生呢，伊不管去倒一个国家，伊永远，比如讲伊伫那演的叫做什么横滨什么什么的山本那之。规日就是讲，伊虽然是用汉字，毋过伊个汉字是咧反映伊个日本的名。但是日本的学生呢，伊不管去到倒一个所在，伊就是用伊个日本名。这个部分另外就讲，咱嘛会看着讲咱台湾的副总统内底啊，咱台湾的总统内底啊，伊伫面册咧号名的时阵，大部分的。咱的这总统、副总统，因拢是用伊个华语的拼音，华语的拼音。毋过呢，独就是萧美琴副总统呢，伊是用台语咧用来，伊是用台语的罗马字，所以讲这个部分，阿秋讲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咱伫台语人名的教育内底，上界要紧要做的第一步，就是要互学生有法度认同会当接受使用台语名这件代志。大拄我讲的这个日本人的现象，搁在咱萧美琴副总统，拢是会当出来做材料，互学生去思考讨论，为什么日本学生因要坚持用因的日本名？所以我感觉这就是讲，这会当安尼来思考，对。所以这是真好。大拄阿秋呢嘛有分享着讲。伊会甲学生囡仔加分，比如讲你若有法度用你的台语名，会当来加分，这就是咱尾仔要讲的迄步之一，对，好，感谢，敢有其他想要分享的？敢有啥物问题要分享的？若无我就来继续讲我后壁的物件，我要讲后壁的物件是我来去转换着其他的 PPT， 所以请等我一下，我即摆先来讲遮啦，拄啊，我将一寡物件甲结束一下。咱倒来讲即张拄啊爱话你问的问题，我尾来讲遮呢，我就是要结论互大家知影讲呢，咱有啥物人会去用着伊的台语名？有啥物情景会当互恁有机会用台语名？第一就是讲较老一辈，因其实就讲较老一辈的人呢，因兜就是习惯讲台语嘛，习惯讲台语的人，遮呢，中学课老师有甲咱讲呢，遮个老一辈的人呢，因有一个叫做滑头症，会对囡仔讲华语，滑头会对孙仔对囡仔讲华语，因咧化名的时阵嘛是拢用华语咧化名，所以讲呢，第一排遮个人，遮就讲老一辈的人，因虽然伫厝咧讲台语，毋过呢，因为因较无台语意识，因嘛无即种人名意识，所以因兜呢，应该就是讲
台语的对话华语化名，安尼。华语用华语化名咧，就是咱拄仔讲的遐原因，因为袂晓念，毋知要安怎用华语，毋知要安怎用台语来化名。啊来对咱的台语老师，台语老师我有分3种，是讲咧，我相信台语老师拢有台语的意识，大部分拢有台语的意识。啊，有的人有男名意识，有的人无台语男名意识。无男名意识的人呢，台语老师呢，伊就是因为伊要处理学生实在诚济，伊无迄种余力可以来解决这些问题。毋过有一种台语老师，大多上大多迄个文君还是文辉，还是讲阿秋，因会去想一寡方法，所以因的课会当。老师歹势，PPT 看无清楚。我看无清楚哦。我怎么炸掉？对，炸掉。等下，所以，就讲台语老师内底呢，有这种话呢，有足强的男名意识，所以伊会去想办法来做到这个地步。台语课就是用台语化名，所以遮差别就伫遮，伊会去思考要安怎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伊课当做到台语对话、台语化名。咱讲台语人呢，有法度台语对话、台语化名，就是第3种遮上爱会卡即个，上爱会卡即个，即摆去歹势，即摆即个去炸掉啊，就是伫实体的台语课啊内底，还是讲台面顶的即种台语的专业人士，因会当安尼做，有即种的机会。对其他的台语人呢，大多人讲呢。有一寡台语人伊是无去意识，伊有台语的意识，毋过伊无去意识到男名的问题，所以讲呢，所以比如讲我有一位受访者，伊讲伊伫台语课内底，伊拢尽量去找足侪机会要来讲台语，毋过伊甲伊遮台语朋友之间呢，若毋是用英语名，就是用化名、偏名、小名，所以使得伊呢无机会去用到。用台语来化家己的名，来咱讲台语人，就算讲有台语意识，伊对伊厝内底会因为即种大多咱讲的同化的效应，所以伫厝内底改袂过来。伊出去外口要办代志时，若需要用伫伊男名时阵呢，伊也因为即种辨识的需求，所以伊嘛会放弃用台语，安尼，OK。所以讲，则着互大家了解讲咱要有机会用到台语名的空间，迄种真正足少，所以讲我为什么我遮论我讲这叫做台语男名集体的实现，即摆咱特别来讲，咱会当做啥物代志来解决，或者即个时阵或者我来看我的咖啡。我中文好，今仔咱讲的是坏，为虾米？来，咱就是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感觉讲咱大多讲的这个台语老师甲台语人，上较有希望的，就是台语老师，因为台语老师你都有现成的一个台语的环境，你会当来实现这个台语男名的这个意识甲理念，咱全台湾呢有差不多资源告诉差不多有2万几个老师，所以咱只要咱的台语老师若拢有法度做到讲台语课就是用台语来化名的时阵呢，咱男名要用台语来化啥呢，都有希望，真有希望。所以对我来讲我感觉讲咱的台语男名的教案的设计呢，有7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呢，就是咱要互学生囡仔有法度有想要来接受讲呢，用台语来化名，咱来改变伊的态度。第二，咱咧设计的时阵呢，爱互咱台语名随时看会到，比如伊随时就当看到伊的汉字甲伊的迄种罗马拼音，随时看会到，而且呢，随时听会到
老师大不时都拢用台语来发言名，同学嘛是拢用台语来发言名，而且上好就是讲伊的名咧好记佮好叫。比如讲咧，我拢讲我叫做美慧，美丽佮有智慧。王秀荣老师拢讲伊是幼秀佮有笑容。钦华老师讲伊是，我叫你钦华，你钦仔华就好，安尼有一个好记佮好叫的迄种 slogan。来台语名随时爱会记的。比如讲阿秋讲咧，你若有安怎先，你就当来加分哦。你的台语名你会记住，你就当安怎。来就讲台语名随时拢咧用，就是讲这个叫做男名已经敬雄，台语人民正常化。就是讲伫即个课内底，因为咱但不是咱需要用人名的时阵，咱要用台语来化名，所以这个是叫做台语人名正常化安尼。所以讲呢，咱若当做到这个程度呢，咱两人，而且老师甲学生，咱两人的关系，就是用台语人名来化名。我拢甲我学生讲，恁就爱叫我美慧就好，拢叫我美慧，我嘛叫恁的台语名，安尼，所以咱两人关系就是台语名，你的台语名就是我互你的，安尼，好，来，要做到这个程度呢，这7个目标啊，要安怎做到这7个目标？来，我先点开我要甲恁讲就讲。因为我家己有行过这条路，所以我家己伫大学上课的情景，我有法度做到这个地步。不过我的对象是大学生，而且呢，因拢是家己要来修台语课的，所以讲因已经拢有一寡意识啊。不过，咱的本土语言老师的，恁的学生拢有一寡拢是不情不愿的。所以讲，这呢，我特别请呢老师恁有兴趣，你会当来加入这个。我有一个台语人名基地共别社团，台语人民基地共备社群，这内底呢，就是我集合足侪本土语言的老师，咱伫遮呢，大家当做伙来分享撇步，比如讲，咱顶礼拜过年以前呢，有请王秀荣老师又来讲，伊安怎来做到遮地步，大拄咱有看到讲，像玫瑰，个阿秋，个在问君。因家己就已经有想出一寡撇步啊，所以咱伫即个社群内底，咱拢会当互相分享。我差不多伫1月初3呢，开始成立即个LINE 的社群。迄当时敢若我甲我的助理健康2个人，毋过到今仔日，已经有241个人，因为我有4个去宣传，我嘛有请何信涵老师帮我到宣传。个秀荣老师嘛有到宣传，所以讲呢，我感觉就讲有遮侪人拢来参加，就表示讲大家拢有这种困扰。所以讲，而且伫这个社团内底，你会发现讲有遮侪老师已经咧分享因的撇步啊。所以讲这个是讲咱会当做伙来解决遮个问题。所以讲我要甲爱华老师讲呢，就讲你会当加入这个社群，咱就慢慢来互相学习，我加伫这个社群啊，好，多谢，好。我先来讲这个社群的目标呢，是要帮助咱台语老师做一寡教学的设计来达到讲呢，台语课会当化名用台语，来，这个社群我欢迎呢所有关心台语人名，你无一定是爱台语老师，你只要是关心台语的人，你拢会当加入。以及所有本土语言老师拢会当加入，客语、原住民语言嘛当加入，因为呢，我感觉客语甲原住民语言虽然是无同款的语言，毋过呢，咱拄着的问题可能50%是同款的，所以我感觉大家拢会当互通有，所以讲呢，所以会当帮助大家达到本土语言课堂会当用化名都是用本土语言这个目标，来刷落来。我要来讲因为我感觉就讲咱的撇步，大家拢有做者撇步，咱来慢慢学习，所以我即马要来甲大家讲明仔载即场工作坊的内容，请问建宽，你敢有听到？有。来，即马我就要来请建宽来讲，明仔载
咱有办2场，啊，这2场内容拢共款。明仔载呢，建宽要甲咱教啥物货？来，请建宽你讲。大家好，明仔载阮的工作坊呢，主要会介绍讲，就是咱最紧的就是甲一班的学生的名，就是因的华语名，甲转做台语名。甲转做台语名了后，咱要安怎会当最紧的就甲一个，就是因的位置表安尼，就像画面上安尼甲摆出来。还是讲你若要做名牌啊，还是讲迄种三角徛牌，嘿。名牌伫遮吼，咱要做名牌。就是咱就是会当最紧，就是利用电脑内底 Word 啊，官软体，当最紧就甲处理好势，就当减轻老师伫课上的负担。安尼，明仔载主要会就是带大家熟悉遮的操作，嘿，主要就是安尼，嘿。真感谢吼。遮呢就是一个上介基本的工具。我以前呢，建宽呢是新台材料系对无？材料系材料系。伊是材料系3年啊，是3年啊吼。我2年。一年吼。我旧年吼是在建宽的时阵吼，伊帮我解决即个问题。我以前拢家己一个人讲无爱用，像即种拢家己着爱伫遐用白板，佮即种蓝名拢爱一张一张咧印，即马拢毋免啦，即马就是讲为一开始呢，比如讲你若有100个学生，你即100个学生你名甲打落去，打落去，伊自动帮你转做罗马台语罗马拼音来呢，而且可以当帮你用出座位座位表出来这个座位表啊明仔载就会甲你讲，明仔来使用即个座位表，这个座位表呢是建宽开发的所以伊敢若用2-3礼拜的时间就甲变出来所以就厉害来，即马再来讲遮这嘛是比如讲有的老师你是习惯用即种挂名牌因为咱用即种名牌套就会较简单，随时看会到有的老师是习惯用即种三角牌的即种徛牌即种建宽嘛会甲你教讲呢，要安怎一摆呢？你的 Excel 就当甲转做 Word， Word 安尼一摆呢就全部学生拢甲印出来，你就甲凹的安尼这拢是明仔载建宽的工作坊咧讲的物件来今仔日就讲咱若有兴趣报名你有报名，我就会将明仔载的工作坊你需要练习的一寡名单呢，先互你。而且你嘛当照顶悬的步骤呢，家己练习一摆安尼。因为明仔载的工作坊到2点钟，我惊讲呢，讲袂了，而且讲老师你有拄着啥物问题的时阵嘛毋知讲是毋是有时间来解说遮个问题。所以讲上好呢，就讲我今仔日将遮个资料寄互你的时阵呢，你着当家己先练习过一届安尼。安尼明仔载来听的时阵呢，可能会搁较稳当安尼。凡是你看建宽伊的遮个说明呢，你就一定会晓安尼嘛真赞所以讲这就是咱这个社群的目标的目的。来，安尼讲到遮，敢有问题？安尼若无我即马来，我要搁继续讲其他的代志啦遮呢就是讲我想要甲大家宣传讲理会呢伫新台我会当为台语做的代志，我就是我家己用台语开课我有教伊用台语课，我嘛有教即种台语的广播剧的课、文学的课安尼。另外呢，我家己感觉讲呢，我家己咧教台语上爱重要是爱互学生囡仔有用台语来表演的空间的舞台，因为少年人会当用台语来做精彩的表演，安尼才会当去影响到别人对台语的即种认知。若讲是咱遮的较老的人咧讲台语，这对大家就是会感觉讲对讲台语的人拢是年岁较大的所以这无啥，所以咱一定爱鼓励少年人呢来做台语的表演。所以我伫2024年、2025年就开始办这个叫做成功台语歌听秀的这个比赛。这个比赛呢，就是鼓励大学生呢用台语来做口语的表演，还是讲唱歌，还是讲朗记。
吼，这内底对我来讲咧，上爱重要即个口语的表演，口语的表演，即个口语的表演咧，就是讲伊会当用即个伊即个表演7分钟的表演内底咧，会当用8%拢是用台语，来讲介绍一个正向的主题，还是趣味实用的内容，我会当请伊方你会当帮我将这以前学生的表现也甲打伫本子叫，讲是互大家看，即个以前有著名的作品拢有放伫内底，这就是讲要鼓励因来用台语来做表演，这口语组呢是咱的重点，因为歌唱组甲这人声呢，你会当晓唱歌，会当唱台语歌，会当用台语人声，毋过你袂晓讲台语，所以咱要培养的人就是爱有法度用台语来做口语的表演，所以这个口语组的奖金呢较悬，第1名是15,000，第2名1万，第3名8,000安尼，而且呢，这个比赛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讲呢，口语组咱的金7组，伊只要有着，伊有当即摆参加决赛呢，我就会请台语老师来。互伊的台语表达搁较流利，来我嘛会请即种舞台表演的老师来，互伊的即种舞台表演的即种搁较有趣味性，会当互观众看到了讲哇有够赞的，因为呢，我办即个比赛呢，目的就是讲要希望讲会当互台下的人呢看到讲少年人会当用台语来做遮尔精彩的表演，安尼才会当来去改变着因对台语的印象，即种刻板的印象，所以讲呢，为着安尼，所以讲呢，我即个比赛呢，我过去呢，就是我会甲文化部申请个经费，毋过文化部伊的经费伊足讨厌，就是讲，你若讲比如讲我办即个比赛爱20万，我若申请20万，伊就是干来互你一半，伊互你10万，另外迄10万块你爱家己去自筹，伊叫做自筹款。所以讲，这文化部伊的所有的计划呢，即种什么本土语言什么，这个什么迄叫什么语言友善迄个计划啦，伊拢是安尼，伊帮你出偌济，安尼你家己着爱另外一半，你着爱家己出，着爱自筹，所以讲呢。我想要邀请大家就讲，你若感觉讲这个活动有意义啊，会当来帮阮做这个泽募资，这个呢，这个你会看到遮你只要捐500的，这个叫做500，展现你500的精神来支持少年人来学台语安尼用你心中的500精神支持少年人的台语的舞台，你若有支持呢？我就会送你2支笔，这叫做成功台语的笔，叫做成功台语安尼一个感觉是一个普仔式的好 ，OK 所以讲我嘛麻烦以后呢会当帮我，还是讲你感觉讲会当将这个消息传互其他的朋友一个人只要捐500就会使安尼好 ，OK。感谢这个美慧老师。敢要继续？你敢有继续要讲？我要讲的已经拢讲了对。安尼我来分享一寡咱这个海外的情形啦，咱先安尼感谢安尼美慧办这场安尼咱内底有诚济安尼第一线的台语的教师而且甲大家说多谢咱知影伫即个是观点伫台湾要做台语老师实在是拄着的挑战是真正的大啦有关人名的问题伫国外有咧办活动的就知影迄实在是足无效率啦因为你爱知影讲伊到底是有用英语名还是讲伊用华语名的迄个拼音，是用对一个系统来做拼音，是讲伊用即个汉字来去写，所以你遐要check in的是要找的时阵我了的时间足人复杂啦所以这是离阮海外的情形拢是安尼
我是有一个感想啦吼。假使若是讲咱也用罗马字，敢会讲效率会较好。因为你敢要排吼，敢要排迄个顺序吼，电脑那个 sort 一个，就自动就讲按即个 alphabetical order 就会出来安尼吼。咱后礼拜吼，咱后礼拜有一个，后礼拜是228啦吼。咱论坛有准备一个228的节目。咱是委托吼，即马住伫迄个印第安纳的一个迄个吴玉金吼，来负责设计即个228的节目。玉金，你敢有伫线顶，敢会当请你来甲大家报告一下？我伫遮我看青春兄，毋是有一个先进，袂记哩。我拄则有人举手，吼，我掠准是青春兄，敢若毋是，嘿。有人举手，毋知影敢是阁有问题。什么人举手？我小等在。即个小等，你先讲。你先无够钱，要紧。先无够钱。先讲好点吼，先无。因为应该是要回应今仔日个主题。我会使后壁再讲要紧，嘿。你先无够钱。你敢要先讲？我有一个小可的 observation 吼，来分享同时请教吼。咱华语100姓万名，英语呢是100名万姓，所以英语用名大家拢 Mary，相当于咱华语若用单的念的，安尼就较好记啦。这毋是讲英语较敖，因为英语本来就是100名万姓，因的姓不得了吼。这是一个观察吼，咁有影。第二呢，咱即马伫号名的时，迄思想语思有可能是用华语伫上，用华语伫上号名，了要搁改做台语就真麻烦，是这个翻译的问题传袂过吼。即马呢，中国人有13亿干事，因的名，因的人遐尼济，所以因需要用奇奇怪怪的字来号无共款的名。咱台湾无需要，但是即马呢，因为咱大家的思想都用华语，所以才有即款问题啦。安尼敢对吧？对。我嘛感觉是安尼，就是讲因为一开始就是用华语来思考，所以也就是讲，因为就是咱华语个台语整体一直咧萎缩，所以讲输定呢号名时嘛是安尼，对啊，所以讲只好咱靠咱台语老师来做这样代志，吼。拄李老师有讲着讲，咱叫等的出来遮，吼，遮呢我家己呢是感觉讲。咱台语老师伫课堂内底，因为咱今日目标是要互学生囡仔伊知影伊的全名，要安怎用台语来发音。所以讲呢，咱会当，因为我知影讲，咱若讲，比如讲人叫我妈妈叫我辉啊、阿辉啊，感觉足亲切。毋过呢，因为咱即摆目标是要有法度用台语画出全名，所以讲，咱爱先就即个部分做好知了后，咱才来用即个，即比如讲。出还是会啊，这种片面，好，多谢。好，那无其他问题，咱就请这个玉金哈，你来报告你排节目哈。咱刷落去来，有个要个脑袋开讲吼，来大家欢迎老师，再讲一个，敢听得到我的声音？拄则要开麦克，无拍就去到一摆。我是讲老师，迄个讲义啊，敢会当分享伫迄个网站，互阮迄个有闲想去看几遍复习一下，安尼敢会使？会使，吼，就讲咱若讲有加入群组内底，我就分享入群组，你若有报名，我就用 email 叫互你知影连接。无问题，多谢你。多谢老师。我麦克，跟我听到我声。有。因为我拄则要开麦克，拍袂开，出去到一摆，歹势。好。
安尼我来互大家看，画面。好，我嘛是现代出身的学生，对啊，今仔日嘿对，我是台湾的第4届嘿，足早以前的代志啊。毋过真欢喜，就是今仔日听到讲伫圣代内底有遮尔济，就是愈来愈济台语文的课程甲活动嘿啊，就是就欢喜嘿啊。我即马住伫美国印第安纳，好。各位先进来平安，蔡教授平安，好，梁公爷平安，是啊，我是玉金，嘿啊，今仔日就是真欢喜，有听到蔡教授的演讲，就拄则安尼一寡心得心得安尼，好，啊，伫遮甲大家简单分享咱后礼拜的即个2879周年的纪念活动，吼，啊，简单讲即个起因甲内容，吼，好。啊，顶礼拜我有就是伫蒋教授演讲了后，我有简单用我个人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做例，要讲咱要甲228的代志，讲互更较侪人知，即件代志是真要紧。今仔日我要用借我即几档的观察来讲，咱论坛的228的纪念会有倒位无共，个有倒位要紧吼，就是叫大家同齐来线顶参加咱228的纪念活动。好咱拢知影讲，就是咱要讲228有几多种角度来讲吼。咱若是为国际历史国际历史的即个角度来看，咱有会当用就是Formosa Betrayed， 也是讲陈翠莲教授的因遮的研究吼，就是讲因的角度是迄个时阵。中华民国伫台湾的生存，甲战后美国对亚洲的势力的变化的控制是有关系。就是讲，美国为着要伫迄个战后的迄个状况，要消灭日本的势力，就是较支持中华民国的政权，这是一项。个咱知影讲，即马。中华民国嘛有伫课本嘛有伫教228，像我家己就是伫读册时阵读过228，毋过课本内底讲的228是讲这是闪袂过的族群的冲突，讲伫政府要查办私分的时阵，私分的时阵就是才甲即个族群的冲突爆发安尼，好，这两种讲法有无？我毋知影大家敢知影？就是其实阿强因嘛讲过228，阿强安怎看228？因讲228是台湾人民对国民党的反抗，无要反共，无要反共，无要反共，因是对国民党的反抗。咱看到遮就知影讲，其实要讲228是人人拢会当论述228，是安怎会安尼？因为历史的真相都是毋是人人拢知，所以要安怎辨人，就是看伊用什么款的角度来讲即件代志吼。好，咱讲到遮就是，毋过就是互我上惊吓的论述是，即阵仔我听到咱俩做是台湾历史研究的专家，因为有新的资料出来，即阵仔大家应该会直接看到相关的演讲即因论述的角度，互我上惊吓，就是咱俩做是研究台湾史的专家大咖，毋过听因在讲要来讲228的历史的即个角度的时阵，煞有为中华民国为着中国民族主义在讲话的即款态度来看228。因是安怎讲呢？讲根据因为因整理一寡资料出来就讲根据历史的资料显明这是上恐怖，因为因感觉这是有历史评估的，就讲反共是49移民甲台湾人共同的命运。我听到这句话，我感觉足艰苦。好因是安怎会有这款论述出现？
因为因为即马的台湾的中华民国伫台湾的即款状况来看，台湾人甲中华民国命运交叉的时阵，为即马即个台湾的现况去解说迄个时阵的228。吼用即款角度来看228，其实我感觉真恐怖，嘛感觉真艰苦，就是听因安尼讲的时阵，袂输听着因讲，就领导着插头钱甲亲族拢互人钱互人摕去，亲族互人刣死，警察来办案的时阵，甲伊讲，遐个插头就是因伫派系的斗争，吼领导的人甲插头，就是因为安尼变做命运的共同体，你着较体谅咧，吼，我听着就是我听着因安尼讲的时阵。我感觉我就是听到这个故事，嘿，所摆我想要问因讲，就是遮个人伫安尼伫看待228的时阵，因无看到啥，就是毋敢讲啥物代志，因毋敢讲台湾要伫互中华民国市民即个事实。我想这是上关键的问题，就是因是安怎会用即款角度来解说迄个时阵228，吼，就是因为因徛伫中华民国台湾的即款角度，因无徛伫台湾国的立场，吼，伫思考即件代志，因无入捌，也是讲毋敢讲，吼，就是市民的即个事实，咱是文化、语言甲物质，吼，等等拢互人摕去，互人刣死，互人摕断，吼，这是第一站。第二站就是228即件代志是台湾民族主义产生的一个过程，好，这是真要紧的一个过程。咱要讲台湾民族主义，毋是要讲血统性的228即件代志，就是会当甲毋是血统性的即个台湾民族主义解说这就是毋是我当然毋是我今仔日要讲的重点，嘿，即个台湾民族主义徛伫即个角度，咱是无可能互中国民族主义来甲咱糟蹋的。嘿，所摆就是咱爱为历史的事实甲国际法律的即个事实来看228。这是我即几档的观察。就是因为安尼，才会来伫筹备即摆的纪念会的时阵，有即个创伤治疗国外的即个主题，就是我感觉咱咧认捌228的时阵，拢有一个了解咱的创伤，台湾人的创伤的即个过程。伫转型正义伫行的即个时阵，就是一个治疗的过程。咱敢有法度吼？其实我对即个治疗到国外的即个过程，也阁是真焦疑就是讲，咱敢真正有偌济人即马会当徛做一个台湾人，吼，阁活做一个台湾人，吼所摆遮有即个主题就邀请我就来看后一页，好，咱就邀请这是咱的流程吼，就是大生我甲梁光兄甲我吼，会有一个228去英文的宣读，过来就是邀请到阿邦先吼，伊阿邦先是大目睭念歌团的团长，哈，伊会来讲伊创作甲228有关系的歌词的时阵，伊的想法，哈，过来是咱遮西方的转型正义的例，哈，就是请到苏吉兰台湾协会的Jenny，哈，伊会来讲苏吉兰转型正义这部分安怎做，哈，咱嘛知影讲228这件代志，哈，毋是干那228迄天，迄当，哈，3月的时阵，咱拢讲2月、3月是台湾人的国丧日，吼，国丧节，吼，后来即个228即件代志变做为一个事件，即个名词变做是话字啦，吼，变做是动词，就是咱知影有真侪台湾精英，吼，比228，我想陈文成教授就是一个例，吼，那么邀请咱即摆的即个纪念会嘛，有邀请到美国这边陈文成纪念基金会的理事长刘教授来分享，
哈，啊个就为龙光兄这边吼，知影讲宗秀兄伊是文化工作者吼，伊即马有一个28展览馆的计划吼，伊会来分享伊对28展览馆的这个计划的一寡想法另外就是咱要甲28的故事继续讲，互更较侪人知有一个法度吼，就是像拄则美慧教授讲的即个用较会当甲人群接近的法度就是用戏出吼因为内陆剧团因真久长时间拢有在做甲台湾人权甲台湾历史有关的戏出因即摆有做一个鱿鱼戏糜的滋味3月初的时阵会伫台北放演出嘛有邀请到罗利亚剧团的团长已经来甲咱分享因创作的过程上落尾毋是就是演讲这部分底讲这部分，阁有落尾阁有邀请到就是北美洲这边拿团有正经的会长就是会长姐，伊伫北美这边发起一个就是人滨台湾结合的台湾滨展的这个活动这个活动即马伫这个滨展即马伫台湾有足侪所在嘛会当去领我感觉这是上简单，咱做一个台湾人咱知影讲咱无放袂记会当做的代志嘛有邀请到会长姐来甲咱分享讲伊是安怎会有这个想法大家会当安怎做上落尾咱有邀请到就是圣经学院的院长牧师牧师会来甲带大家祈祷这是咱后礼拜的活动的流程时间阁互大家看这时间时间就是加东北美这边加东是9:28起鼓西边美西是6:28起鼓是2月27拜五，台湾的时间是28迄天10月28再去10月再去10:28起鼓安尼就邀请大家那时间有拄好会当同齐来线顶纪念咱28多谢大家。好，多谢玉金的介绍咱今仔日节目咱就到这我先甲这个录影禁起来留伫遮咱能够继续开讲所以我先来录影禁起来所以有关拄则今仔日的议题，也是讲来迄个闽华，你阁有要讲你阁发问来，请你讲。后闽华。无老师歹势，我无说你试着。不要紧。